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17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79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85天。根据这个战争研究所的说法，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托列茨克附近取得了成功。战争研究所专家发布的一份新报告附有作战地图，其中显示乌克兰国防军最近在托列茨克地区取得了进展。与此同时，俄罗斯侵略者正在向莱曼、诺沃帕夫利卡和维利卡诺沃谢尔卡附近推进。在战争的第1179天，前线总共记录了168次战斗。库尔斯克前线，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蒂奥特金诺附近使用海马斯摧毁了一座大桥和桥上的俄军后勤运输车队。这一幕恰巧被一名俄军士兵全程拍摄下来，镜头最后再也没有移动，估计他和他的战友已经全部成了耗材。托列茨克前线，乌克兰军队正在向布良斯克州的德鲁日巴东北方向推进。波克罗夫斯克前线，俄军昨天试图突破乌军阵地，再次被击退并遭遇严重损失。恰索夫亚尔前线，乌军在第聂伯罗海滩附近及临近齐奥尔科夫斯基街附近摧毁俄军3辆步兵战车和约20名俄军士兵。乌军第47旅还摧毁俄军无人机操作员阵地，进一步阻止俄军推进。位于比尔格莱德沃洛科诺夫斯基区叫蒂尚卡的沃尔齐亚河大桥被乌军摧毁。根据凤凰卫视的报道说，乌克兰当局决定疏散与顿巴斯接壤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红军城地区的定居点居民。消息称，俄军3个集团军正在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集结。而前线消息人士表示，俄军夏季战役准备启动。这个俄罗斯可以说是叫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这就一边在伊斯坦布尔进行所谓的谈判，一边要发动夏季攻势。俄罗斯国防部16日通报称，说15日22时16日早晨8时30分，俄防空系统在多地共击毁和拦截65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黑海上空43架，克里米亚地区21架，比尔格莱德州1架。乌克兰空军16日通报称，今天凌晨以来，俄军共向乌克兰发射112架无人机。截至今日上午9时，乌军确认击落了73架无人机。同时，乌军对克里米亚也是加大了打击力度。根据克里米亚当地居民报告称，俄罗斯黑海舰队第126独立海防旅的弹药库发生火灾和爆炸。同时，塞瓦斯托波尔多个其他居民点附近，包括比尔贝克和卡恰军事机场区域，仍传出接二连三的爆炸声，也就是乌军用无人机和导弹炸毁了位于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叫佩列瓦尔内俄罗斯第126第8团这个炮兵基地的弹药库被端。根据当地拍的视频流传出来的，这个连续爆炸持续了3个小时，爆炸范围覆盖了10公里，相当惨烈。乌克兰又一架 F-16战斗机在战斗中失去联系，飞行员弹射逃生。实际上就是乌克兰的又一架 F-16恐怕是被击落。这个乌克兰的空军报告称，5月15日到16日夜间，一架 F-16战机在执行击退俄罗斯空袭的任务时，因机上出现紧急情况而与美国空军失去联系。声明称，飞行员驾驶飞机避开人口稠密地区并弹射逃生，随后搜救队发现了他。根据初步数据，这架 F-16战斗机飞行员摧毁了3个俄罗斯空中目标，并正使用机炮攻击第4个目标。由于不明情况紧急，该机于凌晨3点30分左右失去联系，飞行员被迫弹射逃生。空军没有提供有关飞机最终命运或坠毁地点更多细节。声明说，飞行员状况良好，安全，生命和健康没有危险。乌军目前 F-16战斗机并不多，已经摔了2-3架了。虽然在战时这是一种正常情况，所幸的是飞行员没有。现在飞行员比飞机贵。那根据很多军事博主的说法，说这一架失事的 F-16战机是在哈尔科夫州和波尔塔瓦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交界处的空域，说这个点距离最近的空军基地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只有93公里，
距离俄乌边界也只有134公里。根据乌克兰空军的说法，那是这架 F-16在空战中发生机械故障，飞行员只刻意的把战斗机开到人少的地方，选择跳伞。根据乌克兰的说法，显然有一些不太好解释的地方。什么意思？也是这架 F-16应该是从第聂伯罗波德罗夫斯克空军基地起飞，也就是才飞不到100公里，执行这个战斗任务，就是拦截俄罗斯的无人机或者是导弹。这个显然似乎不太可能，因为距离太近。那么极有可能 F-16从这儿起飞是去库尔斯克执行作战任务，轰炸或者是扔什么铁锤炸弹等等，或者是掩护地面部队。但是这架 F-16离开彼得罗夫斯克空军基地之后，在飞进俄乌边境线的时候，遭到了俄军的雷达的锁定。那么这个飞行员恐怕为了摆脱俄军的雷达锁定，所以他就往回开，选择跳伞，这种可能性比较大。总之，现在对乌克兰人来说飞行员更紧俏。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谢尔斯基在乌克兰北约理事会上表示说，俄罗斯在对乌战争中动用了多达64万人兵力，莫斯科已将对乌克兰的侵略转变为一场消耗战，并动用了总兵力多达64万人的联合部队。我们的士兵持续展开有效防御作战，给敌人造成了重大损失。谢尔斯基说，这是双方目前在战场上一些情况。那么根据凤凰卫视报道，俄军正在准备这个夏季攻势。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冯德莱恩称欧盟准备实施新制裁，以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五在欧洲各国领导人会晤时表示，欧盟正在制定一套新的制裁措施，以加大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压力。欧盟已经通过了17项制裁方案，最新一项是本周通过。冯德莱恩在阿尔巴尼亚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前谈到普京时表示，他不希望和平，所以我们必须加大压力，这就是我们正在制定新一轮制裁措施的原因。5月16日，波兰驻乌克兰临时代办彼得·卢卡谢维奇表示，波兰正在考虑向乌克兰转移米格29战斗机的可能性。波兰正在逐步用美国的 F-16战斗机取代米格29战斗机。他在接受乌克兰出版物《欧洲真理报》采访时透露了这一消息。这位波兰外交官说，他们将移交给乌克兰是完全可能的，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波兰驻乌克兰临时代办还指出，波兰是否向乌克兰转让战斗机取决于乌克兰方面。目前乌克兰正专注于掌握新型武器，例如鹰狮战斗机和 F-16战斗机。此前有报道称，波兰几乎已经耗尽了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资源。波兰总理图斯克暗示即将向乌克兰转让米格29战斗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农业政策和食品部宣布，乌克兰农业政策和食品部部长科瓦尔与丹麦食品、农业和渔业大臣雅各布·延森签署了关于扩大农业领域合作的备忘录。该文件规定了优先合作领域，包括欧洲一体化进程。会议期间，两国部长还讨论了深化与乌克兰与丹麦伙伴关系的共同挑战和机遇，特别是对乌克兰农业部门的投资和战后恢复援助。科瓦尔强调，对乌克兰来说，强大的农业关系到粮食安全和能源稳定，丹麦非常了解这一点，并支持我们，相信我们的合作这会越来越紧密。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人帮一点，乌克兰就逐渐强大起来。我们再看看这个和谈，现在重头戏是在外交上面，而不是在战场上面。俄乌之间代表团在伊斯坦布尔虽然是磕磕绊绊的，但是还是举行了会晤。自从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宣布成立俄罗斯代表团，他们就飞到了伊斯坦布尔。本来是15号谈判，但是因为乌克兰代表团迟到，所以他们会谈改成16号，现在已经谈完了。这个会谈结果大家恐怕都能猜得到。首先，这个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叫梅金斯基，他是俄罗斯总统的助理，而乌克兰这边是豪华阵容，也就是泽连斯基也来了，他是准备普京到伊斯坦布尔，泽连斯基跟普京直接面对面谈判。结果普京很遗憾没有时间，到底是没时间还是害怕还是不想来谈，这个谁也说不好。总之他没有出现在伊斯坦布尔。那么乌克兰的代表团是以乌克兰的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乌克兰的外交部长西比加，还有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这个明显级别要比俄罗斯代表团要高。所以泽连斯基就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诚意，对吧？不仅自己不来，而且派了这个代表团的级别比较低。所以说俄罗斯与乌克兰16日举行的战争爆发3年多来首次面对面和平谈判，不到2个小时就落幕，且未能取得明显进展。而且据说乌克兰他们是有翻译的，什么意思？本来他们是一家，以前曾经，所以他们谈判
说俄语都能听得懂，这样还快，效率高。但据说乌克兰代表团要求翻译，也就是人家用乌克兰语，这是表明一个立场。CNN 指出说，随着双方象征性的出现在同一个房间后，一名乌克兰消息人士表示其正通过翻译和俄国进行交谈，这暗示两国的敌意程度。乌可能是想明确表达自己的语言不是俄语。这个 CNN 也说，俄国代表团没有获得做出重要决定的授权，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决定来结束战争。这个第一轮会谈显然是牛头不对马嘴，驴唇不对马嘴，两人是南辕北辙。俄罗斯代表团据说要求乌军撤出乌东4个州，也就是俄军占领的地方是俄罗斯的，俄军没有占领的地方也是俄罗斯的，那就相当于要乌克兰投降。而乌克兰要求俄军撤出乌克兰领土，包括克里米亚。关于克里米亚，泽连斯基也是做足了准备，在动身前往土耳其之前，泽连斯基就已经对媒体说，乌克兰不会拿土地做筹码，乌东4个州不会让，克里米亚也要收回。也就是泽连斯基这个语气比以前更加强烈。几个月以前泽连斯基还说克里米亚想收回比较难，只能靠谈判。你看现在泽连斯基直接说克里米亚要收回。关于克里米亚这个，我说泽连斯基他是胸有成竹。为什么？泽连斯基到土耳其访问之后，他跟埃尔多安见面，泽连斯基自己说，他说埃尔多安向我们证实，他认为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这个土耳其就包括埃尔多安本人，也不是一次强调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这次又向泽连斯基保证，他们认为克里米亚就是乌克兰的。那这个泽连斯基也是投桃报李。泽连斯基动身前往土耳其之前，他5月14号发布总统令，任命新的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这个新的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是什么人呢？他叫纳里曼·杰利亚尔。新的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纳里曼·杰利亚尔，他是克里米亚鞑靼人议会副主席。而这个克里米亚鞑靼人议会在2016年，也就是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占领之后2年之后，俄罗斯把这个叫鞑靼人议会给取缔了，并且宣布这个克里米亚鞑靼人议会是极端组织。这个杰利亚尔本人在2021年8月23日参加了在基辅举行的首届克里米亚平台会议，随后于当年9月4日在克里米亚被捕，被俄罗斯法院判处17年监禁，也坐牢17年，一直到2024年6月28日，他被乌克兰人用俄罗斯俘虏把他换出来了。那你想一想，泽连斯基任命他做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这是什么意思呢？土耳其疯狂支持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这就跟克里米亚的原住民是鞑靼人有关。实际上他们跟土耳其人是亲戚，跟土耳其人血缘更近。埃尔多安说了，如果俄罗斯不把克里米亚还给乌克兰，那么他就要支持克里米亚独立，支持克里米亚游击队，支持鞑靼人反抗。所以泽连斯基到土耳其访问之前，先任命这个原克里米亚鞑靼人议会的副主席担任驻土耳其大使，这个意义深远。那关于俄乌双方在伊斯坦布尔的会谈，关于会谈的结果和成果，双方也是各执一词。这个俄罗斯代表团的团长叫梅金斯基，他说俄方代表团致力于建设性对话，并寻求解决冲突的方案。他声称俄代表团拥有开展谈判所需权限。他意思就是说，别看我们级别低，我们可是有授权，我们能当场决定，大概这意思啊。泽连斯基就说俄罗斯派的代表团级别太低，那谈什么的要回去汇报，有什么好谈的？5月16号，双方谈判结束以后，俄方代表团发表了简短声明。这个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说，俄乌很快进行1000对1000的换俘。俄方注意到乌方提出领导人直接会晤的谈判请求，俄乌双方将各自提交对未来停火细节的看法，并在这之后继续谈判。大家看视频。В целом мы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ы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и готовы продолжать контакты. О чем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Первое. В ближайшие дни произойдет масштабный обмен пленными 1000 на 1000 человек. Второе.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запросила прям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между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 Мы приняли этот запрос к сведению. И третье. Мы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о том, что каждая сторона представит свое видение возможного будущего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огня. Пропишет это в деталях.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такое видение будет представлено, мы полагаем целесообразным, тоже об этом договорено, продолжить наши переговоры. Спасибо.
这个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说，俄方对谈判总体感到满意，并愿意继续保持接触。而乌方称伊斯坦布尔谈判毫无成果。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热列兹尼亚克表示，伊斯坦布尔谈判毫无成果，除了换俘达成一致，其他的基本上没有达成一致。即便是停火，现在也是可望不可及。根据 CNN 报道，伊斯坦布尔会谈结束后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几位欧洲领导人之间进行了通话。通话之后，泽连斯基强调必须继续给俄罗斯施压，还说在阿尔巴尼亚举行的欧洲会议期间，他跟法国、英国、德国和波兰领导人一起跟特朗普通了电话，也是欧洲4巨头又聚到一起，跟泽连斯基一起给特朗普做工作。泽连斯基在通话后发文说乌克兰已经准备好用最快的速度来争取真正的和平，重要的是全世界都要保持强硬态度。我们的意思是，如果俄罗斯不肯彻底无条件停火，还不停手杀人，那就必须对他们实施严厉的制裁，必须一直给俄罗斯压力，直到他们愿意结束这场战争。感谢所有帮我们的朋友。总之，泽连斯基现在是心一狠，坚决不给特朗普抓辫子，也就是特朗普不能把这个不愿意停火的黑锅扣到这个泽连斯基头上。泽连斯基是全程配合，你普京说要谈判，我马上我就到了伊斯坦布尔等着你，结果你自己不敢来。虽然你们派了个低级别的代表团，但是我们还是派出豪华阵容跟你谈，那这也达不成一致，没法停火，那都不能怪泽连斯基，不能怪乌克兰，那都是你普京，怪你俄罗斯，对吧？特朗普不能总是冲乌克兰极限施压。你现在也知道了，谁不愿意停火，谁不给特朗普面子。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华盛顿对俄乌和平进程缺乏进展已感到不耐烦，总统特朗普愿意考虑任何能够促成公正持久和平的机制。法新社报道，卢比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参加北约非正式外长会议时说俄乌和平进程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向前迈进的步骤，通过谈判方式结束这场战争，并防止未来任何战争的发生。他这想法是好的，但是属于空想。特朗普一次又一次的被普京戏弄戏耍。泽连斯基说，普京的缺席不仅是对乌克兰的不尊重，也是对土耳其和美国的不尊重。这泽连斯基说的很有意思，这个普京不尊重乌克兰也就算了，关键他不尊重土耳其，也不尊重美国，你们自己看着办。泽连斯基说，在我看来，美国和土耳其认为俄罗斯不尊重他们，无论是会议时间、会议议程还是代表团的级别都不高，这是对个人的不尊重。我不是说俄罗斯人不尊重我们，这一点很清楚，但事实恰恰相反，这是对埃尔多安的不尊重，也是对特朗普的不尊重。特朗普派出一大批人，包括国务卿卢比奥，战争双方是谁？俄罗斯和乌克兰。卢比奥国务卿在哪里？土耳其外长在哪里？乌克兰外长在哪里？俄罗斯联邦的现役人员在哪里？这不仅是对乌克兰的不尊重，也是对所有人的不尊重。我认为首先是对土耳其的不尊重，因为这里正在举行会议。可以想一下俄乌之间的和谈，那简直是鸡同鸭讲。这个卢比奥确实也怒了，本来他兴冲冲的从中东跑到伊斯坦布尔去，准备按照这个特朗普的指示去摘果子去了。结果卢比奥他说他只会与乌克兰代表会面，不愿意与俄罗斯代表进行谈判。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派了一个级别较低的团队，卢比奥好歹是国务卿呢，也就是比外交部长还高一点。结果俄罗斯只是派了一个总统助理，都是外交部副部长，总参的一个局长。所以卢比奥一看他要参加会议，那不就是掉价吗？这就跌份，热脸贴人家冷屁股上。所以卢比奥马上宣布不参加与俄罗斯的会谈。实际上美国派了很多人到了土耳其，包括那个乌克兰特使凯洛格，还有这个特朗普的亲家维特科夫，结果被普京耍了。普京派了个低级别的代表团，那美国人不好意思。据意大利媒体援引梵蒂冈国务卿叫帕罗林的话报道说，教皇利奥14世已提出愿意担任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调解人，帮助确保乌克兰的和平。博罗林周五表示教皇可以出席交战双方的会晤，与双方会面，并至少可以进行交谈。帕罗林补充到梵蒂冈城可能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确实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梵蒂冈那个教堂里面跟特朗普谈了10几分钟，对吧？改变了特朗普的态度。教皇利奥14世周五表示罗马教廷随时准备帮助彼此敌对的人们走到一起，面对面的进行对话，以便世界各地人民能够再次找到希望，恢复他们应得的尊严，既享有和平的尊严。也就是新的教皇利奥14世在俄乌问题上面态度非常鲜明。最后我们再看一个老的视频，回顾一下我们的一位很著名的老师。总之大家看视频，你们两个像什么级别的？像少将？不是，我们是高校，
不是，我是中校，他是主校啊。现在你们很高兴，现在你们很高兴，美国要在中国搞这个事，也要在越南搞这个事。对，所以我们兄弟之间有矛盾，那咱们就兄弟之间解决矛盾。对，美国人进来插一杠子，我们万万不可以出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悲剧。乌克兰跟俄罗斯有矛盾，那就解决矛盾吗？那喝酒喝完沃特嘎就可以解决矛盾。但是你知道乌克兰怎么做的？乌克兰这边呢耍流氓，在乌东地区杀了那么多人，回过头又把外边的人，美国和欧洲的人拉过来，跟俄罗斯过不去，那普京当然就给了一巴掌了。这就是俄乌战争的本质。你们的中文听得懂吧？我说的对不对？说的非常对，我觉得。哎，这是问题的实质。对，这重要的问题。但是我想，我们没有什么矛盾，跟乌克兰人民我们没有什么矛盾。不是俄罗斯人民和乌克兰人民，而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纳粹主义。对，纳粹主义。我们很多年以前，我们反对纳粹主义。对呀，俄罗斯、中国、对越南都反对纳粹主义。没错。但是为什么纳粹主义现在乌克兰复活？Hi， 越南、China and 俄罗斯 friend。社会主义国家，对，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你讲的太好了，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现在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共产党的领导。对，现在呢，普京总统的行动受到了包括俄罗斯共产党久加诺夫同志在内的党的坚决的支持。俄罗斯普京的支持率一路升到40、60多、70多、80多，现在支持率最高，同仇敌忾。打了100天了，俄罗斯越打越强。我们非常不认识啊！我是这里，我无关主义的无关主义。您是武官助理，您是武官，也是武官。哦，哇，在我这里这里。哦，太好了，太好了。我姓司马，叫司马南。司马南。我在中国网络上呢，有一些人每天看我的节目，5000万粉丝。可以在什么？啊，可以的。抖音啊。微博。从这个老师的这个谈吐来看，显然现场的几位穿军装的外国友人被蒙了，也就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以为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干部。从他的谈吐，从他的气势来看，他为俄罗斯和越南之间的关系，以及俄罗斯和大国还越南之间关系指明方向。不过这位老师坏了事，现在再也没有办法到处宣扬他的歪理邪说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最近互联网上面给哈马斯哭丧的，极力支持哈马斯的，好像声音弱多了。可见加德老师被封杀以后，连给哈马斯抬轿子的都缺了一个得力的大将骨干。看到这位老师，我就想到了一个词语，叫道貌岸然。当然，道貌岸然的还有普京总统，在全世界面前他被泽连斯基戳穿了。所谓的和谈，所谓的和平，不过是地包老人的一些借口噱头。不知道特朗普在和地包老人的打交道过程中还能忍到什么时候，还能继续配合到什么时候？到底什么时候特朗普会给点颜色给普京看一看？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